免不知，一条尾巴客栈，拢客栈，飞面话，行业面的当中拢客栈，飞面话。听话也讲，一个未来不讲多，当家未来。不讲端当家，还是个半身的，这个这个写字，这个字，不讲端，当家，什么端？哪年爹妈？哪年？爹妈？草年后家姐草年后家姐一刀就变一路生命啊！一刀就变一路生命，一路生命。朝他们火箭两头就变一个生命，两头未来不讲端当家，就是成家当家，当家内年爹妈草年后火字一刀就变一路生命。未来为这不讲端，男子就是当家就成家。哪年爹妈离开爹妈，草年后家姐活着，一到两个人就变一路生，两个人就变成了一个人，一路生命，两个人就变成了一个人。未来不讲端，当家哪年爹妈，草年后家姐，一到就变一路生命。瑶族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瑶族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